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以后我不准你找人麻烦，你有听到无？是大，你来。那呢，头家，你是等互阮爹遮拜倒哦。无唔对，以后恁做免客气，就当遮甲排。安尼呢？头家，落咱哈，落来嘿。请问你的方面？你讲方名啦，我的名啦。阮师傅哦，做阿土师啦，吼，阿土师对吼，我定师唔对。我也做罗汉师安尼啦。我是要请问讲，你的本名是？哎，来了。对，我去了。等我来。来啊，看，好。这条是。无，恁即摆是伫咧创啥？大，啊，你着讲要踮遮摆大干是？你实在是哦。你实在是真了解我的意思，佫会晓讲倒啊紧甲伊撬出来。我甲你讲，以后啊，伊若是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，你着尽力甲伊帮。大，啊，我这摆安尼对吼？对，真对。紧过来斗相共啊！你看起来啊？这条要对啊？我走来到这自乐馆，伊也对来到这自乐馆，伊敢会是？我也是想伊甲伊留等咧吃，慢慢才来摸伊的底，来了解伊到底是伫咧创啥。燕雪若是看到，一定会惊死。燕雪若死，除了你这呢，也阁有一个人，对昏迷昏到要死迄个人。对，等一下啊，办了，办了，办了，呀，不加多啊。阿是，咱以后是要安怎？当要安怎？想看有啥物其他的办法了？敢讲，咱着白白等无开，还是演说知影，然后才来甲咱拆线心？话毋是安尼讲，今日后知讲演说迄个查某啦，伊啥物代志就做出来，除非咱是离开这个所在。好啊，安尼我就会当放心啊。也毋过，我身躯边一寡钱，拢过是投资伫咧赌场，就算讲要离开，我身躯边嘛无钱。我知影无开钱藏在倒位，咱将伊拢总摕出来，安尼毋就好啊？正是的。我会赶紧想，将演说这查某甲伊解决掉。阿是，阿是。
的啊，你若去卖肉粽哦，你着爱较细腻的哦，啊较早转来毋通哦，你看哦安尼，一直烦恼安尼，哎呦，安尼卡条，这小。知啦，我知啦。哦，给你一个哦，遐10粒。紧去啦！我知啦。紧去吼！哦，我来。较早转来哦。我知啦。阿胖的啊，哎，母啊，我肉粽准备好，我要来卖肉粽啊。等下，啊你这个囡仔，叫你休困规工啊，你又要搁出去卖啊？阿母啊，咱我初的嘛袂兴的，幼的嘛袂兴的，无卖肉粽，无你要做我，要叫我要创啥啦？我来卖肉粽啊啦。哎，阿婆，阿婆，啥物代志？阿婆，我想讲吼，看要来看阿婆的卖肉粽，敢好？啊你哪会无地无当想到要去看阿胖的卖肉粽？我都好耍啊，好无啦？好啦，你著较细腻咧呢。我知影。阿婆爱肉粽。我就知影吼，你早就伫遮等要食我的烧肉粽啊。嘿，这吼，我细汉的时阵嘛算过哦。就我算哦。你敢没有？迄当然的咯。迄毋是我阿碰一下咧碰空哦。那以前我咧算这个时阵吼，会当吼为打到吼走去后尾哦。阿婆我是咧比啥物梦咧？啊，你细细粒。我走互你看。好，啊你徛到后壁，啊无小心后尾弄着哦。我即摆徛啊。是咧气笑哟。向导来，小姐进海，喙齿听个来，目睭听个来来。真是去炖着。阿姐，你家胖啊？是啦，阿姐毋是碰风夫啦，阮母啊吼，讲我是碰风水鸡。来，阿姐吼，请你食肉粽。阿姐，请你食肉粽。最好食安尼。好食吧？啊对，啊你叫啥名？我叫阿婆。啊恁阿娘今仔日哦，哪无陪你来？公，阿姐是好人，我是人来无紧。大家吼，嘛拢讲我戆戆，将来吼嘛无人讲我是好人，所以吼到即马吼嘛无人要将查某囝嫁予我。阿姐本来就是好人嘛，我就不会插别人怎讲。我会食你做的肉粽，嘛爱甲你做朋友啊。真的哦，我阿婆哦，今日足欢喜的，肉粽哦，今日我吃，尽量吃。阿婆我敢真是会当着。我就是小奶奶，是小奶奶。万一那是别个鬼要安怎？是我安怎我请你食肉粽哦，多好食，我阿婆啊。你看唔到？我看较真清楚，是真实的，敢若阿婆的家己一个尔，啥物人我拢无看。这个囡仔都是接铁气。阿婆，但即摆要安怎？你是不是爱去想这办法？
中行咱的情，像无形仔卵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。雨，为何这呢酸？暝，为何这呢长？芳，有芳就对。但是这样的行我一定真好食。行哦。嘿，你想要食？龟头未食一啖，我先把龟头斩开，让你叫你食。喂，好食吼，真芳哦。对啦，你会记恁某叫啥名？恁某啊，叫做啥物名？你敢唔记？山，恁某，对啊，潘啥某？恁某迄个，马上，潘啥某？恁某讨客兄，占你的财产，查甫人若残垣无去，某囝阁强占伊，安尼是足无民主的了。你是足愤气的吼。潘查某，我要大呀！等我再上山，等我，来，潘查某。我行花互你食，我免来害你。你来啊！我同你讲来，我袂害你，袂啦。我花我行互你食，我免来害你。来，这个叫我食。啦，你来我，让你我行互你食。无啦，免来害。这龟头袂食一啦。睇查某，你足想要睇？像我这斩龟头安尼，会晓无？来，我斩你。你信我无？像我拄则斩龟头安尼，一刀就好死，好死。对，嘿对，就是像好死，对。快走！你啊，你会记的啦吼。你个土客兄，搁甲你骗钱，迄个水母啊，会记袂？昨咱去食鸡肉，伊念你人来，你来聊条，亲像食鸡肉斩鸡头安尼，一刀来斩哦。会晓袂？我知。会记吼，一块仔一块就斩下，知吼？因来啊，你会去条条一块仔一块斩咯。我逐工就送鸡肉你食，知无？啊，你去先避起来哦，哈，先避起来哦。不行。先生，伊甲你约的所在，就是伫个遐。敢无紧，那约我点这样偏僻的所在见面？当然啦，伊甲你约的所在一定是真偏僻，因为甘木溪伊踮这个自路关，算起来是真有跑的啦，免不了伊会惊人知影。讲到你吼，也真奇怪呢。啊，家己的查某去送去互别的查甫人，这种人吼，我实在想拢想无啦。我问你，你敢真是甲甘木溪因某分开啊？啊？开啊啦，较早都无伫咧来往啊。你无代无志，佮提起这个代志是要创啥？先生，为着你甲我的将来，咱今目标是向甘木溪。再讲，甘木溪是一个无路用站，你知？真是嘞，我试看卖，若万一有路用，
伊都真是做乌龟啊啦！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所以你要想尽办法，尽量去甲伊有关，甲骗来咱店的大轿，安尼就无问题。好啦好啦，演煞啦唔知咯，伊用假你，也搁在信用阿笑，伊一个的历史水几啊哩，在找交替，树王啊用刀来杀车啊！大爷，你哪一进来啊？你赶紧出来！演煞啦做人咯，无定成理，贪无钱财哟，爱虚荣啊的，这款的下场是报应，唔免介意哟，来同情啊的，若咱啊看到。心惊伊，双手揽着周阿师，我看伊也免伤欢喜，无定后边就轮到伊哩。无咱等来。30个天王，70个地刷，总共108刷。收收清气，无代志。阿婆，我伫遮。无啊，当是咧创啥哪会安尼硬邦邦啊？阿婆，我听人讲哦，鬼惊熏啊，我即摆用火甲烧到遐咧熏蓬蓬，到时阵哦，鬼闻着哦，惊伊着做伊酸啊。阿婆，你有放互遐咧自然。你有够三班嘞！啊，火烧出来了！火烧！不是火烧出啦，是我即摆用火咧烧，伊遐咧熏蓬蓬，甲你斗看鬼，你放互伊自然吼。哎呀，是啥人甲你讲鬼惊熏啦？啊，亲像这种熏法吼，迄都是好人活都会去互你激死啦！紧将迄巷路啊甲放出去，门拍互开啦！好啦，烧。阿婆，我无拍开啊！我嘛甲你熏哦，我拢分早哈。好妹啊，啊你感觉安怎？我即摆感觉头壳戆戆，目睭无眨眨，目屎鼻水哦，直直流。迄都安尼遐熏免讲嘛会流目油。我是咧问讲，你身体即马感觉安怎？无安怎啊？来，酒我紧捧去啉。我袂啉啦，我无安怎啊，袂啉啦。无爱啉都袂用的啦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人属阳，鬼属阴。你定甲迄歹物仔斗阵，久来当然嘛会破病。哎，有啊，但伊洗了遐尼古水，哪有可能是鬼啦？倒位找解脱秘诀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人属阳，鬼属阴。你定甲迄歹物仔斗阵，久来当然嘛会破病。哎，有啊，
但伊生了遐尼古水，哪有可能是鬼啦？哎呦，你还阁唔相信？迄顶2摆囡仔甲你买肉粽，啊摕钱互你，第2天我就发现你钱袋啊有迄拿豆叶，啊昨暝伊阁来甲你买，啊你讲无甲摕钱请伊，钱袋啊内底都无拿豆叶，这已经遮尔明显啊呢。吼，啊抑阁美芳啊偷偷对你去看，昨暗看你讲家己一个人踮咧迄拿豆边仔遐细细念，哭哭笑，哭哭耍，啊身躯边也无看见甲半人，啊无你是咧甲谁耍啊？昨暝你胖有对我后壁？是啊，啊伊就是关心你，唔知甲你对去看。昨暝我都明明甲阿凤啊两个咧佚佗，算了足欢喜的啊！啊美芳看着我，无看着别人，你是足奇怪啊你咧。免咧奇怪啦，来，今晚有我水甲啉落去。无啦，我不爱啉啦，母啊！唔啉都袂用。不爱啦，母啊，我不爱，阿婆，无你行好势。阿婆，咱今仔日有要爸爸站无？袂喏奈但是吼，也较少咧，哈？啥人要目较少的？要做着你。做着你？咱是要着啥？着鬼。着鬼？阿婆，我你讲着我一直起鸡母皮起来。听你这句话，我了袂当咧自然的，咱是要着啥物鬼？阿凤啊吼，是去互鬼治着。阿婆真是叫鬼治着？是啊，不但是敢若治着，啊，佫甜甲真厉害。哈，佫甜甲遮厉害哦！这是惨啊！这，哎呦，这个物件毋知传染的啦。传染？我是讲哦，鬼即马伫咧阿婆的身上，啊，咱甲阿婆的住同一间厝，鬼毋知对阿婆的身躯跳来我的身躯，佮跳去你的身躯，来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哎呦，足恐怖的啦，阿婆。袂啦，要哪有即落代志？啊，迄鬼也无甜伫咧阿凤的身躯啊，只是讲阿凤啊，定定甲迄歹物啊，安尼斗阵咧接近吼，久来啊，阴气会甲伊侵入啦。哦，阿婆啊，迄阿婆会讲哦，你会晓掠鬼，敢真实的哈？我虽然是目睭青迷无看，也毋过我的心肝是无青迷呢。我有看到的物件，恁无一定都看会到。我这部掠鬼的方法已经真久无用啊！要若讲要对付这孤魂野鬼吼，我是抑阁无甲藏伫咧眼内。哦，我知影，阿婆的即摆袂当去卖肉粽。阿婆，你是要叫我去卖肉粽哦？到迄个时阵，你屁大边仔，鬼若出来，你才走出来掠鬼。我啦，阿婆，我不爱去卖肉粽，我会惊鬼，我足惊，我唔茫啊。美芳的啊，你来到阮家，我甲阮阿婆的拢甲你当做家己的人呢。这我知影啊，我就感激你呢啊。也毋过迄鬼吼，迄实在。阿婆，拜托，你莫叫我去卖肉粽啦吼，我真正唔敢去，我真正会惊啦。我是谁要叫你去卖肉粽啦？我是要叫你乖乖踮咧厝内底就好。啊，是啊，害我咧惊一条安尼，我拢袂当安尼自然。
呀，我煞感觉，莫甲伊肯担心。啊，当顶抓你来跋了无好，啊无咱佫继续落来加算，看这位人趁倒倒。好啊好，来，吃。这个未见晓查某对人走的代志，尽量是莫让知影有卡。我知影啦，周大爷，请放心啊，我一定袂讲出去。啊，你也毋免烦恼到这样的。也毋过这个代志哦，我会感觉真见识。江大爷，我也无法度去陪，我这心情真歹，想讲要出来口味行行咧，要无你搁去过咯？不过今仔日我也袂记你。这无问题，先叫提5000给江大爷。江大，你哪好意思啦？你哪有啥物要紧啊？啊，你甲我是老兄弟啊，我敢会惊你无义啊？安尼哦，好，是叫甲按来。江大这边请。啊，无你不用去请。再来。伊踮遮已经几落工啊，看起来好亲像无啥物其他的企图。好啊啦，守财奴啊，囡仔屁还爱钱，一届一届一直算，敢讲加算一摆就加一线出来了，还爱钱要死啊！阿娘，自早起到即摆，才趁这几仙钱哦。歹势，这趁钱对我来讲无用。啊，咱人哦，啊落地啊若有几仙钱啊，啊三顿会当孝古就好啊。这边来用。咱若既然到要食饭啦，就爱食较好，啊嘛都爱食好饱，尤其是囡仔。都会使，生理好。经理，阮阿娘讲，替人看病，毋是伫咧做生意哦。这，对，人咧讲行医救世，就是伫咧救人。哪会就讲一方面人咧救人，啊一方面搁人伫咧破病。我实在真袂晓讲话，是嘞。莫安尼讲，我这囡仔吼无教识啊，啊都安尼黑白印，安尼你莫见怪啦哈。嘛袂啊，恁这查某囡仔吼，生做也真巧，搁真聪明。有影乱使。嘿。听讲过去你伫咧共医病时，拢毋捌伫咧共提钱，拢随着人意思。是啊，啊都迄个。大爷，你看，救人为先，收费随意。恁咧做代志，实在我感觉真幸福。想着讲我拄则讲迄句话哦，我煞个感觉愈来煞愈见识。莫安尼讲啦。乱使。哈。你是毋是会当我甲你斗相共做一寡代志？你要甲我斗相共啥？是啊，因为我看你咧做代志，我感觉真感动，所以引起我心肝想讲，一直要来做一寡善事。哦。哈？替遐人一来医病，真哪会用诶？啊，死囡仔，你死囡仔，你！跳！破病啊，大鼎袂滚，囡仔叫长长滚，跳呀点点。歹势啦，大爷，啊，你就知影我着该错了啊！这囡仔无教识，歹势啦。啊是讲，有你呢？哎呀，管你什么钱，看安怎赚来，反是钱嘛吼。啊，这钱会当来做一寡好代志来救世，袂歹哦。乱使，原来你的意思唔要答应？当然咯，啊，这好代志试看卖啊。真好，乱使，我报你。看啥？这间厝嘛是我的。哦。我想讲来利用这间厝来开一家药店，啊，就拿你伫咧讲，咱就来免费救济安尼，一切代志拢我来负责，转款的代志拢由你来甲我处理。哇！死囡仔！讲一句就哇，讲打着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
这要哪会死？阿叔是好人的，你敢毋捌听人讲，天公疼好人，阿叔哦，好人就袂死啊。那安尼阿笨阿娘教点都是歹人咯。阿笨啊，你拢安尼黑白讲，阿爹阿娘阿母阿笨啊，当然是好人啊。啊，咱会死，真可能是，对啦，是天公伯啊，大家足无用的啊，所以天公伯啊，才袂记你甲咱保庇啊。那安尼天公伯也太糊涂啊！迄个天公伯啊，有影足糊涂。实在讲好，我的阿姊硬死死的。哎呦，阿伯啊，你你是足切阿姐心啦？你安尼黑白讲啥你？有啥毋对？阿姊若死，就应该跟阮斗阵啊！哎呦，阿公啊，你哦较好心的吼，阿姐吼无遐好死，阿姐搁要加我几顿。阿笨啊，点点。黑白讲。今早真歹势，囡仔还细汉的，黑白讲你都莫听的。不要紧啦，唉，是讲吼，万一我若死，阮阿娘要安怎？阿姐，叫你阿娘，算算死死吧。哎呦，阿公啊，好啦好啦。你甲我点点。你哦，要哪会叫阿姐个老母先算死死的？黑白讲啥？出去，莫同黑白讲。我出去买肉粽啦。吼，你吼，什么人？大家安尼黑白讲。虽然伊命来嫁介你，暗恋酒娘哦，无人知影的，莫非白日落，命顶代人鬼相恋哦。歹嘴白的阿蹦啊，实在真可爱。安怎阿蹦啊也唔来？巴肚是要甲你，我强袂害。来去因兜嘛，才应该你。去水看买好啦。给我做好啊，趁小你紧点，唔通过小弟。多谢你哦。讲要照顾恁母仔囝，说颠倒咧麻烦你。那就安尼讲啦，这照顾算是互相啦。这件代志吼，若讲互听吼，一定用笑笑的。拄一件代志用笑笑的。拄着恁母仔囝的代志啊，恁是鬼，我是人。人照顾鬼，鬼照顾人，这个代志吼，若讲有几下鬼都唔信。歹势啦，我哪是通讲鬼安尼？不要紧啦，其实人甲鬼拢共款，因的背后一定有一段因的故事，只是这段故事有悲有喜。若是讲无伤悲也无欢喜，安尼就算讲是真平凡。本来，我嘛认为我是个足平凡的人。哦，本来认为平凡，也即摆呢？即马，我感觉我足无平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拄着鬼啊，而且我爱着。今早
你搁讲一遍，你爱着啥物？我倒位找解脱秘远。风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金大，你搁讲一遍，你爱着啥物？我哎呦呀！金大，安怎啦？无啦，是讲吼，这阿芳我去买肉粽，安尼遮尔久也袂转来哈。你先啉即嘴仔茶吼，你免紧张啦，有啥代志吼，你慢慢仔讲，帮我自然啊自然吼。一个查某去阮兜，甲我买药啊，我拆药互伊，伊摕钱互我，迄个查某转去，叫我手天开一个看，哎呦，我变拿豆药啦！你就是看到迄个拿豆药了后，就感觉讲安尼，规身躯拢袂爽快着。有啦，我本来我的身体真好。自从迄个人心肝头定定皮肤痛，迄头壳拢黄黄。这一定是甲阮阿婆买肉粽迄个鬼有牵连。老汤师啊，这是因为吼你去惊着啦，我若甲你收惊收的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啦。你芳的。阿婆，我知影，收惊，收就无代志啊啦吼。来，阿婆。你就坐好。啥物来呀？鬼来呀！鬼来啊！鬼啊！妈在边，为这间厝出来，这一定是阿公的厝。先食一粒，剩的摕倒转去，互娘食。你这个小鬼，看你要搁对倒位走去，耶！3年3日了后，自然你就会魂消魄散。向行咱的情。